恭喜大家！恭喜人来到本嚟福建嘅新正過拜年嘅節目，哇！叫啲人講我紅紅微微金金個幫頭，個冇人曬，冇係人，我微咧，微昂昂。冇叫會啦，嗰時叫金啦，嚟高啊！會金，妮，黑多仔，冇必要講嘅，冇人曬啊！你呢個有大家啦，俾佢人講嚟恭喜大家，當今是真正事哦，所以唔使講幾個數嘅，真正事。啊，冇人曬 ，OK， 嚟拜年就先講咧，特別嘉賓我聽到幾多人嘅聲啊，即係是我人特別嘉賓人毛毛菇歡迎毛毛菇 ，Hello， 新年快樂，恭喜，然後個有都個有人困起了阿龍啊，那是你聽了個你卡嘅嘢起來，未啊，依破白，哇！呢個未困過喎，呢卡個幾係起過，你個大家拜年就幾起攞到，攞幾家拜年，哇！你係 only fan，你攞幾卡個人拜年個啊？對，而未必能講一半起嘅呢，就爽噶啦。嗱，今日個 clubhouse 入邊嘅即係特別嘉賓拜年就先。別使講，恭喜發財！恭喜發財，紅包寄來！恭喜！你邊咧啊？你度嫁人了，你都別使紅包了，แล้ว個有走嘅，未怪啦，別使咗，走嘅แล้ว係咪冇好誒？新年流流，吹，แล้ว是個有別使講話你別使講。恭喜！MC sorry 我講係恭喜掉，我講唔掉，我是講幫撳啲，幫撳啲。恭喜發財，恭喜大家！咩年好過啊！特別唔知咗啦，著人啊，今年咧走了順咩賺大錢，แล้ว個有男仔唔使困啊未？咱講男仔困啊未 ？I think 是困嘅啦，特別個開掉喎，呢個開掉過，個未冚過。我睇冇人細嗰啲冇個，呢個搞個，佢呢個搞冇個，接嚟啊，OK 嚟接嚟啦，辦講啊 ，OK， 今年過拜年半點啲有幾好啊？係你幾時釣紅？唔係，係咪人未使釣？等陣人講我係輸啊！未使講對。等陣猜，我咪攏看我話等陣我翕我。唔使梅菜可以啊？我冇使梅菜去，係咪第時愛夾紅菜？你我估你買，啊你做啲是絕未使去釣嘅，唔是啊，你愛釣。現在我比較死我頭毛唔識唔做餅，等陣我 confuse 我頭毛比較半餅。你比如說，你愛洗啲頭毛滾嗬，步高升嗬。步高升，哇！恭喜！你曉講福建啊，步高升，人就講啊。未曉，不驚出去問不到。步高升，步高升，滾高啦你教。等陣啦，阿寶寶是滾唔是啊？寶寶，我就啲意思係講係寶寶。只要你有講啊，寶寶高，冇人講寶寶高聲啦。滾高嘛，高是滾嘛。咱就成日成隻事冇阿龍嘅事，咱成隻人講啊個了。感謝大家，你看我即個紅嘅，咱係邊咧學嘅是為咗成隻做嘅頂。咱個那些紅嘅位，你看我生得水，你看毛毛菇我地來講，你望到我暗花，我穿嘅你長衫衫有暗花，
都天母買啊，到底不，這個這條上個是到底這裡 Lotus 咩咩 Tesco， 老師， Tesco 嘅咩？哦，baru ha. 冇啦，幾多年啦？俾幾多年？誒唔是先生咯，唔是，我今日先知個情嘅。平時我情嘅咧衫啦，唔知就講話係咪數？食青啊，去食青。原本啊，就請我唔使人看，成日我是會去做咩法術樣嘅咧，道士。發功夫嘅衫，有迄個，對發功夫就阿達啊，我唔是阿達啊，我冇人呼阿達，阿達啊，你冇伊個color是關嘅哈，關嘅對，佢個阿莫官嘅咁樣。哈，但我未看阿達誒，伊看我看伊有困去阿達，你那時聽到你行你卡，是你手嘅，未啊？真係困去啊！未啊？阿張請啊，成劍墩啊，一粒劍墩啊，安尼關一個。劍當當啊！了，嚟，咱嚟講下過半年有蝦米要緊會成個。我咪今年花白哦，今年是花白哦。對，今年是花白。花白是有蝦米要緊啊？應該是按照講啊，不要講好話。總而言之就是整兩年就是1923套1923四套50678零開始。就是花零抓花抓加花白。哦，零起就變花去啊！嚇。對，解樣是講舊年啦。哦。然後明年嘅羊不是像。羊是花，伊是你咪是零嘅啦，咪是羊是迄個個北嘅羊，花羊。barbecue。特別好，特別我前面叫我咪講嘅，特別阿龍嗰部碟，阿龍啊，你卡嗰碟阿龍，你卡嘢起來哦，你咪話講佢哋，你卡嘢起來啫，未啊困佢，因為教我講伊老一個話，特別我放互人聽啦 ，because 唔係我家己講，我為伊講嘅，其實你當然就先知啦，都無啥講掉啊，但我放互伊講啦，人聽伊聲，伊寄一個 message 我甲我講人聽。我記得聽到一物件，我俾佢講掉，我驚我袂記啦。喺12歲時候，接把無聲。落12歲時候啦，你看係個 even number 個 odd number，odd number 是別只，even number 嗰啲係只咯。阿彌陀佛。咱嚟試看，看是有影冇影？二股。二股會食，3號會食，4套會食，特別5會食，6爪有人食爪啊，食爪咯，冇做人食爪蛋，七白羔羊，係咪？七白羔羊，七白白羊。白羊高，羊咪是隻咯，但我哋講灰羊嘛，即白羊高10幾個隻，11高，有人食，冇啦，長人啦，個長人，未必長人嘅時候，就是長人有人食嘅，長人有人食咩啊？長人係咪貴嘛？食有零嘛？食一定，12度冇得走掉本啦。特別就比隻咩就係啦，意大利啊，有本啊，未必佢本嚟講本啊，本嚟普通。哇！條本嚟講嘅，我冇意講嘅，特別個困氣啊。咱講小姑貴哦，特別講學小姑嘅時候，特別好，我要再講新正啦，今年新正是今年新正。今日幾句喎，20幾嘅嚇，17號初一，哦，
阿嬷2月17啊，7月子。2月17，2月16是29，哦，今年冇30。哦，今年29冇30 ，OK。OK，切所派17號，因為是差唔多愛搞啊咯。對，面是搞啊，是啦that's why。但是所以我叫你白紅菜嘛。誒，尋晚你白紅菜，等我看看，我看看你20紅菜是怎麼看？立春 normally 應該是過咗立春嘅就會使掉啦。20號2月20號就是開工節。開工，真嘅，你問講你快啦，人就不 holiday 嗰度就開工了。不，開工嘅好節，早是 Saturday 嚟，啲別啦是 Saturday。係咪好笑？係咪？等陣我看這，我看這，你記下我啊。記下我，我看這先。伊是講，特別人都會當然就2月啦，上班啦嗱。你上班咧，我14號 Valentine's Day 後尾一節特別小牛人袂使掉。你厝無牛會使掉。哦，你是講厝內人有蝦米想？厝內人袂使因講是如果厝有迄個人來掉咧，你叫伊徛外口，袂使住厝內面。哦，你掉起啊，你咪入來咯。OK， 所以這是小叻啦，人話就咱看到時，當這已經是貴啊。你看我是你厝無。一月，你月節咱個要辦幾個事咩？不下禮拜，咱個辦幾個事 ，before 真正咁樣聽就聲，冇上久啊冇通聽。一月22號時是上好人袂使掉，了這是暗晡月啦，嚇講。了1月22號，哦對，7點我早起9點 ，OK。但係是 after that 我就過啊，其實冇會使啦，都冇好啦。按照12號誒。冇，佢哋點1月22是12月74。อันนั้นก็เธอecho 係一路 sorry 我係驚74啦，是12月74 7點啊9點，但係當今攏看到嘅是，攏聽到這 episode 時已經過去啦。十幾號啊，16號啊，攏放這 episode 時。OK，你早都掉菜呢嘛？哦 ，OK，等我看，咱是當然是幾個月，當然是7號啊嘛，當然是7號啊嘛。已經是7號。9月放幾個是16號啊，咱放這 episode 是16號啊，咪經過去啊，咪啦，咪看。特別哦，這本好，成個嚟講，你是強調嘅寫上，你出來那是有嘅叫人啲外口會徛掉。了特別枯掉發秧哦，還是叫人徛嚟？免啦，not just 買啲厝那邊，買啲厝那邊啊，買啲厝那邊。你咪叫佢哋人去掉就冇好。秧唔使當，定人啦。你特別見你上班人 OK 喎，咪咁樣會使掉啊，上班人。哦。冇創啊！依陣時講，我要再諗小米，咁樣毛毛菇都小米，小菇啊，毛毛菇都小米。我是 rabbit 嚟。哦，你小兔，會叫？你個我爸想，我爸們是小兔誒。可能食一根的味素，然後又好食。哇，哎呦，幫劍啲都是小米嚇。菇。我都想估，講掉啦，唔是食，未使講咧。我是想開機，唔是，這世界裏面冇嘅，這個零像零，木蘭嘅係，木蘭嘅係有呢。零啦，未使食。小零，你咪學等人了，對我是食。冇啦，這世界裏面。嗰個就係你一步咯，係啦，未必上得隻腳冇氣嘅時候，聽到成隻是隻零隻腳冇氣啊嚇，係咧，不需要㗎了，會攞㗎啦，隻零嘅，然後你南西嘅開對類個 episode 哦，因為佢講哦，咩鄧人零有三個家裡有咩幾個家裡嘅佢知咩？哦，伊會知佢就五爪是家裡五爪。個爪，有的是3個爪，有的是4個爪嘅。爪係你是講伊爪係，伊會
哈，伊咖喱啊，咖喱，你是讲咩？等人嘅講咩？我只蕉。唔知講是一個頭前嘅三嚟蕉，你後尾是個四嚟蕉，你問伊個，你安怎會知你看過零咩？喺個冊內面寫啦。小英嘛，伊個話小英嘛。哦，等陣我隨看。等陣講到會河先，講到會河是會河。咩？啊，對，會咩？會，你看那就好對，小一點。 Back to the future。對。會咩？安尼招人咩？當機，安尼招人呢，無人啦。冇人啊。What happened？會咩？咁我講會咩是講個咩啊？咱來看伊個阿媽字嘅是，伊講會河 is 會河 in 當人astrology 是講 intense, passionate and dynamic energy。哦，講就有力，就像勃啦，咩龍馬精神啊，嚇呐。對。blending the horse love for freedom， 所以是個自由走就走呢嚇 ，and speed。個是個快 fiery vitality 咩？奔跑。人哋屬解嘛，Ben。 making 是咩？做成好嘅話，馬到功成。龍馬精神哦。馬到功成啊！咪馬個咩？快樂愉快嚇，你看啊。其實我唔知真正你要叫人買字啥物嚇？來咱講下。馬，但係你講馬咩？很易嘅啦，喺啲四粒字啦，只有銀啡都看阿啡噶啦，然後講，一好嘅嚇，杜嘅都安怎講？但是杜到一年是杜嘅，安怎講？杜倒茶檢查。我講笑呢咯，就喺啲。冇杜到幫食我嘅都會記哦，特啲係冇嘢。有古冇食咯。我食古冇係咪個我嚇？有啦。Chinese New Year 是講以 ordering concept 冇上了。我就 pre-order 下。對，你覺得 online for horse。Lu ai mui con yang toàn Malaysia I prepare mi secret for Chinese New Year。เนี่ยโอเค嚟我ไป講咯，佢講 greet 人我 Google 了。馬到功成。嚇對，馬到你覺得這是 BM 嘅嚇？我係 Google 寫馬到成功嘅喎。馬到功成。特別我聽佢馬到功成。想嘅啦。馬到成功。馬到成功我想馬到成功 ，wishes for immediate success， 龍馬精神，有迄個 spirit 咯，一馬當先，我唔捌聽過啫，一馬當先，一馬當先，迄個是招人死唔是啊？錯，大家嚟試 wishes for taking a leading position 當先，or become like a leader。OK， 我想去做先。當先，你就講做先啊！แล้วก็馬年我嗰時候都這樣咁樣嚟曉誒。係咪？馬來西亞。馬來西亞，你馬都冇像馬來咯。像馬，對，像馬嚟，會使講馬來西亞，但到你著人未曉講是講馬來西亞對呀。馬來西亞，然後馬年大吉 ，OK， 這贏啦，這特年尾成馬年大吉，雞年大吉，有咩？蛇年大吉，豬年大吉，萬馬奔騰，這係咩字？冇跑白點咯，奔騰啊，奔騰，騰。萬馬奔騰，萬馬奔是奔跑嘅奔，呢是騰嚇，唔是騰 ，sorry 我未記漢語片我參騰，奔騰意思就是講個跳。點加騰嘅嘛，點啊。哦 The word for immediate is 馬上 ，OK, which we translate to on a horse。馬上有錢，馬上有房，馬上有對象。啊，那kindergarten 呢？
馬生就是現時嘅意思，係咩係上有類，咩上係有類，發達啊，咩上發達。咱今年咱嘅咧咩誒先食，OK，咱咪講咩物件，咱講咩會食咩啊？先食我食。每只有啥物新正咧白菜啊？你看啊，有人講嘅呢啊，食白菜，啊食白豆，啊白豆，冇咩特登食嗰啲啊你好意頭嘅嘢。白豆咯，一個呢嘛講。白豆係咩嚟？係 actually 我會曉一項物件來白豆吉祥不得啦，講古早那時行嘅時，咱去看戲嘅時啊。啊，吉祥菇啦，會食啊，啊，嗰啲是切比啦，唔是啊？哦，chickpea，OK，哦，講叫切比，OK，哦，切白豆，比是chickpea 是個 garbanzo 像哦，OK，你可能是正嘅人，我都穿定涼衫，亂個咧穿頭殼，困到頭殼呢，你可能冇講。佢點啊？下曳起來 OnlyFans，當劍你看有冇 OnlyFans 咧？當劍你看伊，你看伊家，你卡是咪 OnlyFans 咧？當劍，咱就要講你新正好，今年decoration 啊，你去買啊，是即係我看只隻你水嘅白物件，嗰一個我買 Lego 白 logo 啊。你去看，伊是直接直白走出嚟嘅呢。哦，Lego 白啊，今年新正set 啊，是真啊。水樣嚟嘅咁水。伊是干啊？伊是 Chinese New Year decoration 哦。famous 誒。一個啊？掉啲 Chinese New Year 出嚟。是一個啊，一個吼。白邊頂就係只白，走了正 famous。伊都是由下你 inspiration 話。哦，嗱，我看到，萬馬奔騰，一下馬到成功，一下馬到成功，白大成功，嚇，白唔是大刀教，嚇，白教成功，白教，白個白教，白道成功，馬刀白道，教唔是刀啊 ，OK， 特別那個時勢無啲，只件是有一個是唔知係咪鴻運當頭 ，OK。下面鴻運當頭就是講 good luck upon yourself or like land on you。好物件，教啦是教，就係呢個頭嘅。嗱，我哋之後就嚟個會使，嚟個會使，要試隻唄。一個幾難行過啦，一個有係你叫咩啊？放炮嘅係你 firecracker，佢那個有係你叫咩啊？係你。哇！佢假嘅啫，伊河佢烹嘅喎，唔係河，我直接咪講河，人哋講河是伊白啦，伊白唔是鉗啊，伊白是角角啊。哦嚇，有財神到裏邊咧，要就嚟係你 firecracker 裏邊。哦，這個財神燈啊！哇，真係佢只福建只條劇咧，唔好講你。哦，嗰隻寫燈籠字嘅喎。嚇！哦，這是上一 set 係哦。有嘅嗰寫學頭頭餅嘅學。哦，輔導。哦，這裡，一泡誒，一泡嗰隻零誒。開嘅，係你妹裏邊有。哦，伊在線在南邊，哦，看到，我等我看到，佢等我開個大聲，大聲啦，大雕就冇，可能佢哋在線在南邊哦，哦。呢個是大啲餅餅喎，我計條車機啦，啲餅糕餅，係冇人嘅所在糕餅，安尼嚟個。你邊邊中國乜嘅冇啦？嗰一隻是伊嘅 statue 啦，唔是 statue 伊嘅。我就我講貴仙是財神啦。哦，貴財神嘅財神啦。一隻 prosperity master burger。嗱 ，fortune master 喎，我係是。fortune master，sorry。我做 prosperity burger 走出來。咪麻雀嘅佢只小隻這個答案。我唔是我咪麻雀隻 prosperity burger。
因為我有 respond 你看到，伊講貴正，伊講買嚟無用貴正先講。係咯，伊就買翻嚟啊，伊買好啊貴氣，伊梗係無歡喜呢。咪叫我計講，反正你煮獨家炒，已經只獨家炒，你煮獨家炒一樣啫。係啦，愛煮啊，也貴氣好，伊嘅請伊 friend 特別食。哦，就係先。誒，等陣你講條我係買嗬，我係買啊，哎呦死，真係看到嚇，我係買嗬。因為是大流浪徑哦，然後因為是聽啲是流浪徑會做這啲新疆都只這啲新疆就興做係咪戲然後呢嘛告訴啊，就講啊，伊今日冇啲嚟啊，你係咪面讀啲嚟看呢？哦，咁樣歡喜，然後嘅得呀，然後我唔知可能看到，我係嘛啊做啊。做戲啫，等我可能看啊，但我可能看，你看，看到我買，又話買超，嗱我買超，嗱，啊嚟公話嗰隻，ไม่亂啦，我嘛是是。喂媽，你冇看到？我一做咪我拍麻將，一拍麻將。我可能看好潮啊！我一做咪我打，一做我打時就到你流浪機拍麻將，嗱嚟講 Miss Bear 啊，你咁咪出牌啊？你咁咩人話你講啊？跟住你話放浪貼聲，拍牌未？啊，不拍牌未？我係冇咩人嚟，叫誒 Miss Bear 你不拍牌未 Miss Bear 拍牌未？ไม่亂啦，我嘛是一個先。幾好笑講啊嘛，嗱，我盲啊！我盲啊！我一直做這是 for 伊這個人經驗啊！哦，是大家都在度啦，讓忘記做嘢。跟住毛菇會使見嘅，我依叫我講英貴啊，個菜去冇伊冇邊，係，because 啲樓卡就係，而家樓卡就係店嘅，所以講人咪入邊傾，因為真係當佢樣嘅，我叫本身就富，所以伊只係人嘅，所以伊講哎呦，你伊當佢先正是一個無影者，還是個出去者啊？伊講我咪出去嚇。我頂住出嘅時，伊時候大嘅，所以我講我係出自己係自己，伊未使笑無用嘅。Anyway， 嚟講到啲新家，講到新家新家係 decoration。你decorate 新家嘅時候，當今有興咁嘅物件。冇是佢俾佢哋壁佢哋念嘅咯。馬到工程啊，攞隻白啲邊徛去徛路啊，有人特別喲，伊咩？伊成因為特 kilo 安尼點當呀？哦，伊是想幫風嗬？無啦，唔是啦，伊樣幫個燈啲下骹位，你成間有一個 suspension 嗰邊。你伊搖吹條風，伊家己搖，這是到啲外口還是到出來嘅？出來嘅壁入邊大嘅，然後有咧加有 LED 嘅咯，你在中國用條地方咧，古早人嘅木地甲會出歌咧，會記哦。對。啊，如果你都要，啊，如果你都要。紅包。是。所以你看嘢流浪個了到啲 YouTube 嘅，個了即 staff 可能看伊 video 就是後尾但只是伊頭家啊，一間是伊嘅 CEO，一間 Mr. CEO， 新年快樂！哎呀媽，普吉新年快樂！我頂咗，佢一邊啲人咪走啦，我都冇走。伊唔係計無水呢，一擺我幾大啦，又唔係。迄興啊，或者伊 staff 個了個好似我係一年個了啊，我講今年嘅拜年咧，有人出名一個，迄隻白啊，到中國位啊 ，instead of 伊白是超邊嘅，一個 plush toy 嘅，你使伊 production 做錯，伊出得哦啊，對做 set face 係白啊 ，set face 嘅 ，end up
顾家一人買，你什麼真 cute，一個興趣我看到那你看伊趣味喎，可以 set face 特別 cute 嘛。變咗聽下一人 demand for the set face one bring out。馬上有錢，你講也你是，所以變到就做有咧笑有咧 set face。OK，對，一做都好便宜耶，唔知是條地哦。無啦 production 做錯，所以有嘅人 return 啦，係講買種是 set 誒無好啦，and now 人愛 collect 啊咧 set face，because 你看到伊嘅買皮革是大啲。對，我看到，伊皮康大啲原來特別伊笑嘅就無皮康誒。笑嘅個皮革頭頂啊嘛。有咩我都看一下。伊是就 like green 淡薄款呢。你知道我媽咪睇未到？是咩？我媽.com 呐。我唔知邊，because 今年我們嗬，用車補曬嚟啫，我諗一邊嘅。頭一年車補曬嚟，surprise 嗬。嗱，你看冇 surprise。crying，然後看到多少邊個啦？一個無，一個，但我看到一張，一張一做無像，一張伊無皮康誒，特別第一張我就看到有皮康啊，這就看到皮康啊。OK， adorable look exquisite belle 我個 belle 誒 blush stuff。long。我諗只錯膠哪隻？見㗎 Happy 見㗎 Roma corporate 嘛 ，Roma corporate 嘛，因今年請黃色嘅加淺藍色嘅補曬嚟跳三隻三隻樣本啊，樣點樣會？我等人頭家啊，是唔是？冇啦，我頭家啦。because 我媽是Worldwide Accept stockholder 嘅，佢國家嗰啲有嘅所以我媽到中國不有嘅，我媽中國不有嘅。我媽真係中國有從ยู邊度食幾勁啊咯。食Korean 嘅人不是做我媽 shareholder。人家我要吹下的即個人家人真有小白人哦，一種小白。小白是幾歲啊？小白冇36歲咯。我係紅小白都給你。40嘅12，48個嘅12。我紅嘅60。我紅嘅60歲，但係我都未睇曉。咁我知兩人相。你兩知短隻？我一個知啦，一個知 ，sorry。一個知是小白。我哋是講我你紅個你，我紅個你知相，兩人相。OK， 我想講我知兩人相，我講你兩你知是短隻兩嚟。OK， 所以是60咯，所以小白人是人成教算嘅，小白就是12歲也是，無就是14歲、16歲。對啦，小白就60啦。60啊，72啊到94啊。嘛對啦。我14 ，sorry 我比較衰啊。你 OK 嚟講，今年有成下咩特別先食過哦？你好，等我想下，我有蘑菇青色嘅哦，你不食過哦？青色蘑菇啊，你寄嚟我看。一樣係你青係力豆做嘅嚇。對咯，好食咯。喂，真係我想下，青力豆係咩嚟？唔是青力豆啦，P 啦 ，green pea。green pea，對。唔是力豆，唔是芒豆。OK， 明白啊。我看到我就想我是華沙比嘅。係啦。嚇？係咪見下？冇去吹咧，俾學人看啊。OK。哎呀，讓我借到另外一個別的地方，然後我物件佇我嘅骹大講嘅，我哪有不記？去點位？叮，看到啊，特別是青咩？看到冇咩青喎。
一边呢，冇咩看到青喎，拍開嘅，拍開嘅。但係未必嘅出我來。是開條會咩？有啊，有會。特別伊未必煎呢是換去，maybe 是斜底，啊對，伊煎呢是換金去。一邊食，快點快點爆快花，點爆花，加零。即係是 natural 嘅 product 啊嘛。放埋上個叫我夾嘅，係咪嘅？放埋上個叫我夾。你食蔗咩？你食蔗咩？你大熱啊？好夾。我食蔗好食，嘢佢哋想食。啊，你個冇啥物新嘅先食過有下當然。我媽甲我講，伊啥物土豆，伊啥土豆邊土豆糖，特別只煲呢，就晚餐裏邊。所以伊啥，你真有人食，本你嘛先食你土豆糖，伊毋是迄個光糖的土豆糖啦，伊一滴糖咧，伊邊迄個麻利糕甲黏起來，然後呢，要切一片一片，一個，特別伊毋是，伊只有一滴。加啲 beans，加啲迄個 nuts 嚇。特別伊咪是土嚇對，加啲 nuts 對，我嘛講是啲 nuts，因為伊只煲，我嘛講煎只煲呢。伊是 brittle 嘅呢，對 ，peanut brittle。伊是用麥芽糖做嘅。對，麥芽糖是麻利糕。對，是咯。麥芽糖是麻利糕。是麥芽的。糖是 watermelon 嚟嗎？你諗嚇係咪？Are you sure？ watermelon 又叫羊，又叫。我望住條嘅。一條嘅，死亡如果手機掉，唔掉坑。一條嘅。我看一條嘅，我冇搞手嘅。冇麥芽糖絲瓜又叫煮嘅嘛，唔是咩？你是講絲瓜 ？watermelon 啊 ？watermelon 又。講，但係咱未使咱聽毛菇講嘅物件是嗬，咱講佢哋 MG 嘟嘅事，咱未使相信你啊。伊麻利糕是用絲瓜做嘅喎，等我 check 看。麥芽，這啦，冇咗 use what？而家麥芽糖是白嚟聽。麥芽糖，唔是 B 咩？我會記是絲瓜做嘅喎，絲瓜係啲煮。等陣 ，OK，malted syrup，OK，麥芽糖 malted syrup or malt suga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sticky sweetener made by fermenting grains, typically glutinous rice, barley, or wheat. Sometimes, if you're from Butterworth or BM, it's from watermelon. Sometimes 我就垮掉啊！依嚟。sometimes is from 你阿妹咪嘅。你當會成日個邊啊成日。誒，唔係我會記是，冇我會記是絲瓜做嘅喎。絲瓜嘅是係你，I mean wintermelon 冬瓜啊。冇，應該是唔是 wintermelon 冬瓜冇甜嘅，絲瓜甜。冇冬瓜條嘅甜啊，冬瓜冇甜。冬瓜條係糖嘅樹。伊係糖嘅樹。試過，我唔知你幾多嚟想出來，但係 BM 多一格想出來。想出來嚇。伊特別有寫嘛 ，If you're from 大山卡 ，it can be made by watermelon。OK，你捌食過講古早人細漢嘅是一支伊成個 lollipop 嘅款嘅。麻利糕咯，麻利糕咯。麻利糕叫麻利糕啊。麻利糕伊一支咧，只黏嘅嘛，伊成個會見下 shell 嘅食嘅呢。伊淡薄，對，但個雪淡薄嘛，對唔對？對，一定面，因為伊用抓狼，寫抓狼，然後呢包掉。你啦，愛開始但係捽類超啊，成個 rub 類超。拔嘅呢就係對，麻利糕。你弟只愛繼續記錄出來嘅，唔是你繼續記錄成 bridge 啊，你 crown 啊，你夾嚟夾，直接黏你 Q 是佢記你 Q 出來。所以伊怎麼你吹出來，伊是麥 wheat 做嘅嚇。對，
grain 啊 grain， Grain 巴黎有有啦， grain 伊講嚇 grain 係一粒物件 ferment 啊， ，ferment 係變你甜嘅有講嘛 glutinous 誒 rice 嘛？哦，嚇對，such as rice, wheat and barley。但係我媽學到時候講啲 glutinous rice， OK，隨誒冇 glutinous rice，干那 rice 呢？有啊 glutinous rice 冇？都冇看 watermelon sugar， 等我隨我去除啊，我諗下。watermelon sugar，等我隨西瓜藤，西瓜藤，哎呀，我個未放喺條瓜，咩？我剛才聽到這條瓜呢，watermelon， watermelon sugar 啊 ，watermelon sugar high， 我未使放上嘴，看你掉 block， 這個 Harry Styles 嘅瓜，watermelon sugar。我未使啊！是啊，佢哋 detect 到我先知有冇攤紅包啊嘛！啊，誒特別好，咱當今嗬，嗰個攤吹掉成日好即係貴邦雞，我咁拍貴，就擺特年先至，冇講貴邦雞就派做。冇啥意思。佢冇。吹波啊！放喺水入面，其實養嗰種冇。冇了，冇攤吹啊！啊冇你做啦，咯毛毛菇。我不要做。你去拜書，我每年買開曉。我姨也曉啊，領導是特別一樣比較假，你知道老人比較假。伊 recipe 就係有啊，因為我姨做嘅個雞是用神丹。九十二曉做啲啊。嚇，92對。特別我唔知我冇食到，真正貴對人嚟講，真正特別個真正貴係咩物嘅？貴邦雞。當然派除啊，貴邦雞。貴甲貝咯。我是個隻米飯燒。哦，米飯燒。係咧牙菇啊，牙菇煎呢。我是土豆龜。嗰隻咧是係咧樣東京嘅，啊啲貴啦，我係東京是貴啦。東京係咩？樣東樣嘢係咧，北京呀？不是北京啦，我講 recent 嘅啦，but actually 我係東京。我叫東京嘅，OK， 東京。我想講到東京，你講東京意思東京，你講東京 ，OK。即係呢隻 episode 咧是咁樣當時冇上嚟講就聲啦，我個網實啦，我個關係啦，然後兩個 M 啦，個八隻啦，個八隻咯，東京。中衛，東京是用佢哋 surimi 嚟煎嘅，佢哋 imitation crab meat 啊。好正，我煎，我呢是新嘅物件啦，對我嚟講，有時間嚟貼試一煎嘅嚇。surimi 嚟煎。crab meat 嚇，crab meat 一碟落去煎嘅。即係做呢，然後佢哋是嘅薄餅，即係使嘅去 air fryer， 兩條唄 air fryer 係啥？咪好正咗。紫菜有個係你 crab meat，然後連起來。咕窿起來，一煎。佢哋是薄餅皮參然後抹個你egg卵啊，雲吞皮嚇，然後係 seaweed。冇薄餅皮啊！薄餅皮，現在字，我計有薄餅皮，然後你夾佢哋卵嚇，擦大啲薄餅皮啊，然後你夾 seaweed 黏落去，然後你咕呢上肚啊，你咪是糯咩？上個佢哋，別，你咕呢上個你 roll 你肚啊，你 chopstick 啊，我做隻 straw 好。隻 straw 嚇啦，你夾，你講你管唔是管呢？管
滾，伊唔是啊我成講滾，滾我成講而家去殺伊就滾呢，冇唔知唔知冇，龜滾古龍古龍啊嚇，古龍上架哦，龍就隻 straw 那裡， shape 咗啦，人哋 Q 一日去一煎，做呢，我做一去煎，嘅，一去煎，一個字炸哦，OK，炸字，炸，叫我聽到我是有講嘅炸是煎， BB，炸炸字煎一地安尼，啊，有嘅是這是一地哦，OK，啊，嚇，一地細地較細地就伊這伊加上 rectangle shape 安尼啦，四角安尼啦，要煎，你話唔係是安尼做呢，但我看我龜較濟工， Malaysia Chinese New Year 嘅龜上面，有啦，只濟啊，東京 recent 呢，我唔知咯，只只濟啊，攏特別仲有隻成款呢，啊龜布魯對我嚟講是龜布魯咯，龜布佢布魯是魯是群 traditional，啦，嚟啊，係咩？龜布魯是龜包魯呀，嚇對，特別我講先只隻喎，金烏嘅啊，有啦，金烏嘅啊，先只啦我隻本呢，nhỏ nha maybe nhỏ nha nhỏ隻 maybe BM 冇咩隻。真一貴，龜布魯係嚟 old fashion 到結果冇人食啊，冇興意啊。佢哋就 normally 有係上架，佢哋做上架，佢哋劍虎嘅 shape 嘅，金烏加絲瓜，唔是嘅龜棒機係都講，絲瓜，冇，唔是絲瓜，講係咩？佢啲絲瓜，呢個咦啦，佢那部花，嚇，一個啊，對，係你就是龜巴葫蘆嘅卡，白好咯，龜 OK，誒上字 Google search 是講龜甲貝，龜甲鼻掉，龜甲貝啊睇，你時間。拜日不塔，只是對我嚟講，我細陣時冇嗰隻就係拜日大，我冇龜甲貝先嘅東對話。加 advance 咯，有會識係你白虎嘅，啊，對，點知我看到到 Facebook 嗰度，即係 係 auntie，咩？幫我人嗰呢度有啊，我是你講食了義啲咯，你咪成日食你攞把參龜甲貝咧，啊對，龜棒結咯，同埋咱講。啲嗰啲店舊年咧叫咱講特別個包的啦，俾人哋 replace 啦，伊係你款人哋可能舊年咱講，嚇個你咩要一年地龜八卦，地龜八卦，人講成隻龜啦，八卦唔是成隻龜，你是講來講是龜啊，龜成零食咩嚟snack 啊，冇你講成隻龜成 biscuits，cookie，啊，我成日講。笑。我想嗰間啲講做地龜係八卦嘅，就講八卦係八卦呢，八卦嘅地龜，地龜喎，no，啲 combination 安做，咱家己 start 嘛，咱家己 start，自己實先呢，我 testing 看，我 testing 看，舊年我舊年就揾咗隻，舊年我做我記係你越南人嘅即個。B 嘅 rapper 啊，薄餅皮啊，然後我做喺淡啊嗬，然後我包地龜啊，入去煎。啊，嚇，伊別樣啊，一樣到啲裏面咯，你伊個外口。我I mean，伊 rice wrapper 別樣嘅嚇。一般做啥米香呢？佢碰碰。哦，撲啊哈，脆啊哈，干嘅呢。但是你係興啊，係咪鬼物嘢你物件嚟做？物件係你嚟做。有人入薄餅皮嚟包本嘅。薄餅皮係使本。人食邊人一年通天食，當然就是食煎地龜嘅番薯還是鵝咯。對，我哋屬啊，即係番薯。我哋是話地龜特別係鵝。舊年我都要睇食掉。錢啊，我哋就食。嗰一個就是薄餅包什麼係咪？好食，好食，係你好食，係你鹹鹹嘅嚇，細陣嘅。新加坡人叫蝦皮鹹，蝦皮鹹，什麼係咖喱薄咧？mini 咖喱薄咧？係頭頭嘅嗬。哇！細漢時係你是咖喱角，我唔知係叫咖喱角，咖喱角啊？咖喱角有咖喱咩？冇你咖喱 pass 嘛，一樣叫係頭頭，一樣叫咖喱角。花生角啊？唔知啊，我係叫。
我 because 比較國伊唔是是啥個佢哋 shape 安尼，就係哈，佢哋跟當人食點心，伊人叫安尼，安尼以前個黏起來是 empanada，那都是角誒。嚇對，嚇對，以前 circle 咧食鹹水角合起來啦，啊，嚇，嚇安尼物件是叫角嚟，加一角，加一角。加一角，哇，佢哋好食咧， OK，嚟講 snack 八卦 of course。八卦，誒，但係都講無聊過啦，咱常常講啦會，OK。講了個，米香，米香，米香我都米是，真正是叫米米香，香燒，唔是米香燒，米米香香哈米香哦，但係是 rice 係 rice rice cracker puff rice cracker，哦， rice 係 cookie 啊， rice 唔是 cracker，唔是唔是 rice cracker 喎，係 rice puff。是另外有嘢叫咩啊？白色嘅嘛你白色嘅要摻紅色嘅， block 嘅，唔是 block 嘅，紅伊是一條一條嘅嗬。我是 block 嘅喎，我是波白嘅喎，block 嘅喎。伊是米香，我即係想一條條落一條，一條一條嘅喎。嚇落地？OK，但我都講紅色嘅，伊有摻紅色，米咪是浸紅泥咯，咧伊白係摻紅嘅，咧去卜卜卜嘅。阿種你食嘅一條一條是唔是外口有係芝麻，係你麻子嘅？麻是唔是日人嚟幫人講嘅？無啦，伊無係，伊是跟人米嘅啦。即佢半隻擺過口嘅，是唔是？米香。冇啦，唔是啦，迄個是暗啦。哦，暗。唔是，那邊有一個像個一包，伊籠是紅色嘅，and then 伊那邊是米香嘅，咁了，and then 台灣人不賣，and then 伊那邊伊外口是係你麻嘅。但伊個你講個米一個外口個麻，怎係？伊那邊咁了是伊是會得那邊已經米拍到三百脆啊，真正 像個 cracker 啊，呢 ，and then 那邊係麻嘅。外口係麻嘅，烤到為麻嘅。平常時本有賣啊，人嚟幫人講嘅啲，嗱，就係紅色籠嘅。即係嗱 rice puff Chinese 是世界。呢特別我看我只係是伊些一條一條像暗特別蓬嘅 rice puff。哦，冇食過，啊，嚇，但我都講成呢啦，特別有麻咩？新嘅物件咧嚇，冇古，特別冇，這唔是哦，這冇像，我喺呢看到一粒米，唔是脆嘅，我看到真正係這，特別未必過炸啦，冇，伊是大粒嘅，伊成個你看到伊嘅米一粒puff嘅出嚟，差唔多呢款，或者是過年嘅不啦，未必韓國嚇，過年啊冇食。米香，定之是我真有睇白本啊，真有睇白過 still，因為特別甜啊，哈，特別無就是個人嘅，伊香嘅呢特別無，伊唔是一個香啊，即無香講。Anyway，OK 啦，講到對白嚟啊，唔係講米香。我愛講一個，講利文餅，利文餅是上雲吞嘅一配嘅嗬。冇一個定，較甜，較甜，較甜嚇。有嘅甜，有嘅無，我就甜，我覺無熟噶，係你甜嘅，我覺熟噶。即係樣做是用你份餅 from scratch 係伊嘅 pastry，冇講只，我都唔知。還是用雲吞嚟配嚟做呢？冇雲吞配做嘅，我厝內人有做過，伊是用 wheat 嘅，and then 咧伊用係你知阿冇人做 pasta 你 pasta roller 先啊超roller 你啦 and then 咧要攞嚟所以 from scratch 嚟嘢多from scratch 你夾但你夾度嘅上面是你係黏嘅可以夾 stretch 到嘅 and then 係米粉啊先是 wheat 嘅 and then 你淡薄夾淡薄有係內啊嘛嚇有甜淡薄嘅特別你攪嘅時咧就是米粉內糖，唔知咩事，有糖有鹽，有淡薄油。我家屬家無安尼甜。你家無家屬家呢甜日本餅。有嘅人個到外口嘅，有個食個係你糖。對。伊嚟食個 shiny 啊，食。對。有個係麻都唔定會。麻嚇。
啊，我較 suka 迄個無講呢甜嘅啦，無。你係你個口係糖呢度甜嘅，你 extra sugar。是咯，係你 extra sugar。嗯，你講咩個？講改咩邊加康咧，我冇講，係咪？愛加康個中，哦，對，加康嗰個係吹過，哈，愛吹過，依家係轉嘛，啊，依個係對，係咪吹腦刀嘅好？吹腦刀係 left right 咯，left right 咯，left，我成日話人家加。哦，對，但係成日 ribbon 嘅呢，一成日嚟邊，好嘅話叫嚟邊啊，嚟邊邊。嗰一項是迄個有係迄個薑桂枝嘅，薑桂枝啊，薑桂，薑桂啊，嚟邊邊啊 ？cashew，冇，唔是嚟邊邊 ，sorry，cashew。冇上物件啦，這是。冇上物件 ，sorry。伊是咩？哇！伊是 Canada cashew 呢？cookie 啊，有一個 cashew 都唔頂嘅啊，一個。你唔是 almond 啊？唔是 almond 啊？杏仁餅唔是？杏仁餅是你跟當人係白白嘅，我冇講係歹食咧。我 sorry，即係老師講講，我冇講即係歹食。我講你白白，伊成個樣嘅，你看特別，伊是寬寬嘅嚇。你講嘅是 almond 餅是係你白白，特別我冇講你。白白你是講伊布嘅，無咪布咪頭，然後你成日當白白絲咧。白絲嘅咧嚇。白烏嘅咧食嘅，佢哋是香港人所食啦，跟當人所食，我哋別食咧，係你話夾咗味。哦，夾咗味，對，誒你冇食夾食阿蚊嘅味啊？係咪咧多嘅味？阿蚊嘅味啊，佢我走啊。哦。啊，你嗰隻咧，阿蚊嘅 cookie 有字，伊有啥個伊嘅薄有字嘅。哦，有 stem 嘅啊，捉住佢特對面嚟嘅，嚇哦，要捉嘅。我講嘅 cashew 係做咩 ？cashew 係做 crumbly 嘅 cookie 呢？伊係 short。冇，伊冇寫 shortbread，伊咁 buttery than that cashew。你唔食佢咧啫？唔捌喎。即係冇事一定簡單。Chinese New Year cookie 啊，等我食 cashew Chinese New Year cookie。哦，你看呢，我知啊，所以伊上加你看呢，我看 melt in your mouth cashew nut cookies。Chinese New Year。嗱，我哋。看就看到 YouTube。較少啊，我較少。啊哈，對嚇。OK。睇你好食。OK，看就好食本啊。啊。我人是做土豆，人叫土豆餅啦，土豆粿、土豆餅。我唔知若是有用 this week 我要做。嚟做啊？你過嚟咯。我 niece 會我嚟做。即係土豆粿真用做呢？都係淡薄 peanut butter，然後就有土豆粉啊，土豆粉。我唔係 peanut butter 喎，我是加料是土豆，我今日加土豆 roast 嗬。了加做粉，了加白油加米粉加糖。啊？白油辣啊？有係辣嘅，辣地好食誒。都冇係辣冇食，sorry 啊。加冇得胖，你係白豆冇甜啦，特別冇咩香伊 texture。冇香味伊乜啊？伊成你係辣喎，伊較定咗，伊特別你只加落去你酸㗎啦嘢。Lang pera ay supermarket be pang辣嘅。Maybe I mean 冇啦，係你家己做啦，頂冇辦機你就都有靠幫下，都有冇辦機。辦機啦，一攞就8塊大籠啫。一攞就8塊，我家己都做轉。冇，我看到雲南be。哎呦！我同你，我啲笑哦，我講棒辣，我唔知。未必係河南嚟，看起來就係沙巴人，你沙拉瓦人。誒，特別就係啊，鄧人今年呢，我是看起來係河南嘅，OK。哦，掉咯，最過咯，食落去我話好食，sedap nya。Serani lah masih sang mana lah。講咩邊個？Thai apple tart，我suka raw，我唔suka 頭頂嘅啊。哦，你唔suka 魚嘅，你 suka 隻尖頭，隻冧尖嘅。raw 啊，一包掉嘅嚇，係你好食。係你嚇，係你嘅好食，係你嘅生。唔是台灣嘅，台灣哦，台灣是，我你是講，伊講台灣嘅是係你地呢可能。鳳梨酥嚇。冇相嘅，我 suka 係你隻 raw 隻尖頭啊呢。就即係尖頭掉啊，就冧尖包掉呢。伊嘅面頂
有時個用係你切馬嘅粉嘅，對啊，對，一隻牛雞嘅，然後你麥嘅，等陣我明白，係你個女。來，伊嘅 feeling 安怎做？喲，來，唔是用絲瓜，用來。我唔講絲瓜啊，誒，我唔講絲瓜。我甲你講啊，台灣嘅豬藤，台灣嘅mass produce 嘅鳳梨酥吼，迄個pineapple tart吼，也無下個了 online 安尼濟，伊下迄個冬瓜嘅。哦，冬瓜，無相誒，你 test 落去啊，冬瓜甲片嘛。冬瓜啥物啊？台灣上未去冬瓜啥物 ？Winter melon， 哦，是伊個 Winter melon 有甜咩 ？Winter melon 無爽。伊是個 feeling 嘅 feeling 嘅。feeling 嚇，參加 pineapple 咯，參加 pineapple。嗱，這個講到個字係是這個，哎呀，試緊一個放 video，這是 YouTube。你去看，伊自家介紹面只你，呢，了兩部誒，哈，冚個了誒。嗱，即係假如按照景嘅啫。對啦，對啦。伊用切馬嘛啲。哇，這個 delicate 呢咯。即係個女，我告訴佢，伊個。誒，但係人家做啊，未見我看到過。冇你就去阿妹啦。嗱，伊咧，伊啲做誒，伊一份，因為係特啲，伊綁出來一條，伊綁出來，哦，一邊有 texture， 一邊冇 texture 誒，伊會綁。哦，嗱，Nike 哦，一邊有 key， 一邊冇 key，成 Dracula 就佢出呢。哦，伊咧肯定出來。即係物件，可以搞呢人。所以做一個傻傻，你可能伊食出來是個傻傻。可以搞呢人，做呢工課。啊，這個你冇自家啦。切馬做嘅，這個冇自家隻魚嘅啫。我做個魚喎。魚下頭啲一朵你可能無好食，無夠。係咯，太定。篤落去嘅。我發現係我做過，我有一個薄誒，你印呢時咧，你 cut 伊嘅邊唔是邊個得隻叫咩？白波誒，白波醬係去鹹。誒，即係我一條，我就話什麼好食呢？我這是這毛毛菇啊！伊這成個一條成個尖頭圓嘅尖頭，冧尖長。等嘅啦，我就係，我就係石榴邊爆掉嘅。伊先呢？伊成個人你叫嚟肥，你做經驗，日手嚟做，要做貴嘢，還是特別做肥啲，才咕食。係啦，係啦，你咪做台式嗰個人。做台式。碰魚。OK，pineapple， 我冇咩食只，我到處冇咩關係食pineapple tart，所以我冇咩以後。即係冇是較新嘅物件啊，感覺。冇咩以後。冇啦，pineapple 古了啦。食古啊咩？我學啊食古咯，差唔多。食古了。特別唔是 tradition，阿啲佢都只係看樣嘢。唔是。嚇，伊毋是 traditional 嘅物件，伊毋是成個龜蚌雞嘅 rate。我是個只別胖燒只。我咪想，是啦。只派做，阿面是只派做啊！我可能看嘛，我別胖燒嘅薄。路邊薄啊。係你當嘅，係你薄，係你膜啊。邊膜？邊膜？講錯啦，薄咪三嘅，咪你講嚟使又賺。會走伊咪 OK， 然後伊 handle 成一個，嗱，你看你啊，嗱對啦，這是唔是膜啊？這是薄，這是伊別胖燒。有大粒有細粒，我係細粒啦嚇。要少嗰隻，伊是 connected heart shape 呢，你話掉成個 heart 呢就掉。因為應該做嘅，嗬，我應該做。安怎冇安怎叫別胖燒呢？你看迄個別胖燒呢，你看這個伊是喊你講。伊是成個一個花，你看咩？係啦，特別你擺做隻事啊，伊咪是成個你喊你講麼？OK。你知哦，唔知大 Scandinavian， 唔知 Denmark 啊，即係 restaurant 啊，係 fine dining 嘅，而家咧你別胖燒嘅嚟做物件，我嚟講。做咩？做咩？以前用係你 better 咯，你知係你 fine dining，咪是即係你零冷嘅物件啦，吃了嘅物件啦，係咪？伊做別胖燒咧，係到係你。伊是做 savory 還是甜嘅？配有咩 ？savory 嘅。哦。actually 使擺埋你使做別胖燒啊嗬，使做 fancy 可能。你使係 foie gras and mousse 擺到啲裏面嘅。
something 哇， like that 法國啊，然後爆掉嘅時，個garing爆爆呢，garing 嘅時候，佢食到佢哋 creamy 嘅 foie gras mousse。我感覺正 appropriation 就係對 appropriation，我計起行嘅。一樣啦，成個人嘅嚟嘅啊，別人嘅物件嚟做，tapi bola appropriation 嘅時候，你冇 disclaim 呢度 appropriation 哈，伊無 credit，一個成個嚟，哎呀，我唔要講啦，唔知啦，一個嘢嚟。即係伊講嘅時講，呢咧是 tradition 是正人做嘅鬼嚟，我而家嚟做下呢個冇相。是咯，你即係即係 Jamie Oliver 嘅 roti jala 嚟講。lazy crepes，OK，條把咧，我係攞佢把啲嚟 lazy crepes，伊啊夾咩 KFC 啊嚟，你煮個咪貴嘅咧，你冇看？冇啊條。誒，夾咩佢 KFC 啊，你把。等陣，咱講過嗰真正即個butter cookie，butter cookie，一個 cherry 一粒嘅頭頂嘅。哦，特別我做真正是要做 butter cake 送人哦，我馬定都做 butter cake 送人。我係唔是 butter cake 啦 ，raisin 啦 ，fruit cake。唔是 fruit cake 喎 ，butter cake 誒，伊是干那，伊是有影是干那啥包 cake ingredient 咧，攞米粉糖牛油奶。了，你拍是煮嘅，特別伊嘅形是我煮嘅時，你真係聽到人無生度嘅時無做生嘅物件嘛？伊是寫一個 aluminum 嘅什麼嘢圓嘅咋？伊形上人差唔多成個人做伊圓形嘅啦，所以我買嘢係嚟補嘅咋，所以伊成差唔多㗎，即係有幾寸啊？6寸咧大圓呢，แล้ว伊結差唔多咧滾，แล้ว你做好咧時，你我做假做嘛？你夾咗了，你就要對條煲嘅加下底嗰度出一眼，แล้ว邊啊出邊啊，你看，所以伊補好咧時，你規粒會夾起來咧時，一定要係接 cherry 嘅 ，before 伊補嘅時補只係接 cherry，แล้ว是半粒嘅時，你切半粒啊，再吸落去，แล้ว時做好咧時，拎嘅了嘅時候，你對下到啲隻啥玻璃磚，肯係爆起來送人嘅時，是哦。應該先知你係硬嘛？你係硬食嘅玻璃磚人做咧糊定嘅，แล้ว你下到啲一擊下到啲入面，你是剁條絲格條，แล้ว是你夾一件燒起來，แล้ว佢白一擺就ribbon 啊，就咪佢白起來咯。Is it 成個 muffin 可以 taste？一部成個 butter cake 哦 ，butter cake 嘅 taste 哦，是講一卡細粒咯。就把飛門差唔多就係 cherry 個直接喺頭頂啊！我實是唔捌看過。係你硬嘅 cherry 啊，你都成。國渣，即係國渣係時我買我係見，人哋都真係要送禮啊，叮當送禮真貴。後面你較濟時家己做手工嘅物件，送禮較省啊。滿是較好食啦用。點解是較少本咧用 ingredient 較少？較脆聽講 planta cake 啊。哦，用 planta 做嘅 ，OK。有人用 planta，有人用 butter。有啦，即係用 planta 啦。對，即 planta 嘅笨魚嚇 ，planta 嘅。意思係是嘅 planta 係攞嚟做嘅東西。哦，是啊。planta 有攞咩 ？planta 係攞。planta 係幹啊，點解大電嘅 planta 係電？我哋有啲見啊。我啦，阿 John 佢哋一隻先咯，佢嚟補啊，佢嚟補啊，會補咩？會啊，鐵啊嘛，係鐵啊嘛，電啊嘛。阿龍走起來個，但係阿龍，你個聽到我講話個開掉開嘅起來啫。哎呀，有啊，車！佢聽到我講過喎，阿龍你真正是個食咩物件？講就係真正是個食物件。食餅嘅咯，係咪餅？安怎係餅？哎呀，我就是個食嘅利文餅嘅。哦，但我講句下利文餅咯，特別福建話唔是叫利餅咩？利餅，而且利餅餅嘛，แล้วก็是個食咩個？呀，
咪叫你叫只下，你是个只小只，當佢都小只先正是，你是個只小只邊？我負責我唔是跟他邊啦，邊還是 snack 會使？你，我就是個只你叫咩啊？我講佢啲做嘅佢幫結啊，哦，佢房間，誒，maybe 個會團落來，一個夠做，可能我相信呢個我做嘅，小好只喺度做嘅。喲，特別這間教間都會死我講。這間是咯，但所以派做啦，阿面冇人愛做你這間嘅數。是咯。不知我對起是阿龍啊，咱冇幾時見，或者咧有咗隻對起啊，叫你個教啊做喎。會使，伊 OK 嘅。OK 啊，咱你個只夠做咩嘅？唉，幾時個養人啊？冇啦，唔是啦，依個叫咩啦？依個叫唔知喎啫。有興趣就係嚇，你依個我話依學咯，就係學咯。有興趣啦，然後定住講，你夾過去好像即係就是依家路嗬。鬼？哦，唔是。嗰時我學你叫老師。哦，即係 glass 曬，哦，去做 glass 嘅 ，OK。阿龍，但我電子去煮冇渣渣啦，佢講。對，我講出冇渣渣。但我阿龍困嘅時，咱每隻物件時，咱是會每係咪物件嚇？咩物件？但係請一首未記會每係咪記啊？但我啲講了呢。關於咩？我知。我就係講是好似你步高升，按照講。對，會講步高升學嘅話，步高升。嗱，哇，阿張講對，唔是高唔是滾咩？滾咩？個嚟你舊講啦，盧。福建話嘛，步滾。你射高嘅高先生嘅你，其實你射滾嗰時候，滾點解嘛？滾嘅攰係食攰。你好簡講你，我就俾小招你。我扮但我都扮我係 message 啊，對，我扮好人聽啊，然後伊人是講，有人食咩喎？有人食咩？有人食狗。我就係特別伊冇 comment 啊，拉落去世界冇 comment 啊，對，แล้ว這จู่這是個隻零嘅嘛，別使講。咦，但我講你知啊，咪幾隻？我有隻零嘅白椒，我隻零嘅白椒。零嚇，對，零影嚇。零影咯，我隻朋友嘅爸講零影嘅啊，佢是福建人，就過嚟講零影。零影啊，冇零影是唔使都大人講叫啊，頭嘅時零影嘅調嘅。我朋友嘅爸咯行攏猜啦，阿拉擺做嘅爸是講零影嘅嘛。你講這是伊接落來是講零影嘅，了嚇一個伊爸個講度啊，伊講卡度嘅。我唔知啦。chopsticks 卡度。哦。我真係冇聽過。特別我咪 logic 本啊，你度啥字牌，對卡度講。零影掉嘛，而家先其實叫龍眼嘛。掉零影。零影嘅掉。影是係咪鹽嘅意思啦？係等人只是鹽係嘛？所以係啦，龍鹽咯，零影特別有人講，零影不是掉本嚟，或者中國有人講零影本嚟，特別我唔知對你出錯啦。唔是講掉唔掉啦，咱有用，是講伊唔知有陣時咧話會變嘅嘛。嘿，我有時講好話咪叫咩梅亂，我梅阿龍梅間都人都係曉講好話人。人昨昏我聽到一個，我看到是 YouTube， 伊是講好話嘅就，伊講好話。然後伊個人是講，伊就對，我看攏知你肥媽哦 ，Maria Cordero 啊，伊嘛主角咯，嚇，伊嘛主角咯，伊講嘅是，伊有隻 voice over，未必是另外一處咧啊，廚房嘅 ，OK，kitchen 我就講。周卡就講廣東話，周卡，嚟得自然講，阿龍都講先。我就你講咩嘢咧？我是講廚房嘅。OK，then 阿毛毛菇，廚房咯。即個別使講。想啊，廚房。
有攏講廚房嘅啊，即我係是講廚房嘅喎。你冇講廚房，我我講廚房嘅喎，我講廚嘅喎。上關你物件嚟，有人廚房講個廚房有人講嘅， KL 人有對講廚房本嚟，KL 人有講廚房本嚟。特別我住落嚟時候嗰陣時，我講廚房，所以是 no pronunciation 啊。對，because 伊有同我聲嘅佢咧，特別我唔知道多謝是個 origin。應該是廚房咧，嗬，是卡字啊。我講嚟我自己嚟落廚嘛，你講還是落廚？落廚。嚇，落廚冇能講本嘅，佢落廚去煮。特別落廚廚就是廚嚟嘛，廚房嘅廚嘛。上次字啊，所以我講，即係講廚嘅。我特別想講是廚咋，有誒，KL 人講廚房嘅，下廚，你講下廚還是下廚？下廚落廚，下廚，下廚，下廚去煮。下廚啲下廚有人講咩？佢下廚去煮，make sense 本嚟就。下廚是就是講你，那是講你落廚落卡，冇下廚就是講你物件零嘅了掉落嚟，零當輕咧掉掉就講下廚咯你。哦，係叫做下水。哦，你所下廚下咩？下廚有人講嘅啊，落廚廚房啊，我哋上面是冇 because 聲啊 Mandarin 講廚房啊，廚房啊，廚房還是廚房？廚房，我們Mandarin 是廚房。哎呀， Never 意思 mind I think 是香港人講是咩廚房個廚房，KL 人有人講廚房嘅，我聽過。特別唔知，我是 Maybe 是 different place 啦，上個咧，冇上大學，食個冷嘅啦，同埋動物嘅動物啊。嗱，跟當話啦，一個接脖子，一個一錢，你講香港人講一錢，冇啦，而家都講一錢，講一毫子啦。一毫子啊，學話冇啦，係一次你一次六個嚟，二六個。寶人講嘅。二波啊，二波啊，咪亂，學話嚟表演。嚇，嚟講好話啫。Okay, MS different for pantry and kitchen. Is it make sense? 廚房跟廚房冇啦，冇關嘅。嘅事。冇等陣，嗰隻係唔係隻大新聞啊？龍，你請我俾佢講嘅，你真係馬利哥啊！ OK，冇事啦。OK，拜拜。多啲大沙卡位啦，有一個寶所在啦。MS 有一個人講，馬利哥是絲瓜做嘅，絲瓜子，冇絲瓜。你個冇可能是會係絲瓜咩？你個我上段時麥芽糖咧，麥芽糖絲瓜咩？特別好，喂麥講啊，但係就好因為佢講話事，意思講是叫是白利哥還是巴利哥？特別我唔知本嚟就，是唔是叫巴利哥？特別要可能是伊來源白做。白嘅歌，依啲白嘅歌，啊，可能我白嘅歌，咁麥芽糖係嘛？白嘅歌嚇，啊，白嘅歌，那邊嘅，以前有嘅，麥芽乜呀，白嘅歌，舊嘅啦，咁舊嘅啦，乜嘢啦 ？Green 意思係乜嘢？意思是 green 白嘅歌。上個白子啊，路人有人叫馬蹄嘛。啊，即係我叫馬蹄啊，我是叫馬蹄就，我叫馬蹄。我前日讀閒咗家睇佢學嘅話叫做啤子嘅。啊，啤子。你啦講實馬蹄是跟得嚇，國口是咱人講嘅。啊，馬蹄咁咩啤子啊？啊，啤子，誒，這裡是廣東咩？誒，這裡是。哎呀，我就講隻咯，我講隻喎。啊，啤。應該介紹隻好嘅就。哦，對，而家嚟灌物件，使灌隻糖水呢。冇呢隻貴煎就唔做好隻。唔是叫的隻灌馬蹄咩？對咯。啊，的隻灌啤子，我想到呢叫啤子。啤蹄。我叫馬蹄。哦，特別。我按講古早上，伊 actually 是叫白貝，像白貝啊，你看呢？白貝啊，所以你當機啊 ，actually 是白啊，當機嚇，所以是樣叫。白貝唔是白頭鬃叫白貝，白貝。because 伊 actually 伊 root 落來嗬，伊是一粒啊，一條 root。哦，伊成個白貝呢，伊嘅形。
所以什么是养有的人是叫 baber。哦，baber，嗰時嗰啲頭頸啦，baber 咯，頭哥，要一條 bird 呢邊啊， baber，冇點咗聲。我阿龍都先正是到啲韓國會做啥物特別物嘅食？冇啊，我冇中意嘅啫，我先真 usually 冇啲嘅。我呢隻行。呢隻行，我誒你俾呢隻行咧。你先正是幫只節節嘅本啦，係我到啲中國，阿咪到啲韓國。見呢是本身是見呢是5節嚟嘅，係啦，我頭嘅講佢講是白嘅幫2節，我俾咗9節嘅咯。哦，你慢慢去食行啊。又慢慢去，哎呦，其實我未使拍病都未見到好起來，我食行了。哎呦，可能我聽你鬧成個就咁聲咧。誒，then 個有我咪再講浪有看到成個當今迄個人家咧去買物件，到啲 online 迄啲叫咩淘寶啊，咩物件，誒 decoration 係咪無相啊？我看到這是紅包，伊落 email 你講嘅。家己講嘅叫做步步關星，同埋人講步步關星嘅。你使講啊？咁唔係你使講嘅。步步關星，你冇可能。我冇講。又見到佢聽頭先 episode 我講兩講嘅了，咩阿咪零咩正線，兩馬正線，對兩馬佢哋。叫兩媽咩？一個阿兩嘅媽有關係咩？有關係，阿兩嘅媽就零咩啦？個咧，你學講咧，學嘅講，阿兩嘅媽，兩媽正舊成個。冇，阿老我個人講兩邊曉講，成日我講係咪先正有係咪好嘅正即係咁樣。greeting 開話啦，我哋事故啊！未講你啊，有咩？我講兩邊講嘅是講馬來西亞對勢。對，講馬來西亞人，你好似講條話人間講嘅。哦，人講咩？你調轉啦，講馬來西亞。阿張調轉啦。阿張調轉啦，即係冇故事。哦，但馬來亞，講馬來亞，馬來亞。你做咩事調轉人講馬來亞？Because I think 是有冇唔是 Malaya，OK，Malaya，按照 Malaya 叫做 Malaya 咧，我都想講 Malaya，嗰隻嚇八隻咧，八隻講八隻嘛，冇八隻有嘅，八隻嘅，唔係八隻，係是八隻，係八隻，啲八啦，對，一堆誒咩佢冇事啊，是一八隻十八。基本嚟啊，諗住成日啦，佢哋咧一個咧試過俾你講，可能有啊，伊把你講有味素嘅 flavor， 你試過味素啊？唔係是試過煮嘅咧，唔係是咧，你放掉嗬？recipe 冇我即係到學掉嘅，我同你講，是我。我媽大嘅，你唔是幫掉啦，你去梅里馬食嘛？但係你個正線是你梅里馬。習慣，佢都煮古咧，一邊年前啊味鹹嘅物件嚟。未必有啦，我試過，特別把你講唔是試過做咩？你都講啊白嘅嘛，白嘅都是 green 嘅，白嘅是唔是 green 嘅意思啊？阿龍白嘅，唔係呀 ，because 你使用巴黎，你使用。嗰時攞嚟參，嚇？你成日 wheat，成日即係白，你參嘅試過啊？嚇 ，OK， 我講完啦嚇 ，because 你common sense啦，你講唔係潮，白冇糖嘅嘛，人出嚟煮個人名，白冇糖，嚇，誒，知啲嘛，白冇糖。冇意思 fermented 咧就，卡係咩？意思卡係咩？fermented 那個嘢嚟用，哎呀，那個是跳邊出即係把你講嘅話題。我嚟講先正，我講，哈，
有呀，有时怪，你记哦，讲迄个你食迄个新正是人来的是，你甲只有开一个有10项哦，几若项在内面甘的嘛。拿子，伊人有食西瓜子哦，迄个黑色的哦，西瓜子。寡子啦，哦，寡子啦，寡子，红色嘅，红色嘅，你红色嘅，有红红的，的甲有黑黑的，新疆人食黑咩？诶，应该无黑，真正真食有啦，红黑咧，嘅。大咧，大地。呀，伊食个食大咧，有時，按照阿龍實對佢 zoom，了無冬瓜呢物件啦。我對啊，我都知。紅我呢度錄特啲粒泡水，特別你 zoom 先是對嘅。哦啊，開到對，開到對。紅菜甘拿子，紅菜頭啊，紅菜頭紅菜頭是伊 carrot 甜嘅啊，要係你甜嘅 candy 嘅了，了個有啊你迄個牛啊，菱啊藕誒，迄個是入來擺桌頂嘅，唔是啊？啊，對，是唔是？人食嘅嘛，即個物件，有人食嘅係桌哦，頂。你是講佢哋成個一 tray 咧，Chinese New Year tray 咧。伊個咧是 candy 嘅物件。啊，有紅冬瓜條啦，有 online 金啊，金金瓜一定啊，candy 嘅 online 啊。經迄個經物件叫做煎鴨，煎鴨，煎煎鴨，煎鴨，煎鴨，迄個鴨，迄個鴨叫做煎鴨，煎鴨哦，人家按煎什麼煎？煎啊煎，煎煎是，菜嘅煎啊？煎是無煎是鹹水甜嘅。嗯哼，哦，哦，煎意思是鹹水甜。對，就是食佚佗嘅物件鹹水甜嘅。哦，煎鴨。煎你 means 買啊，意思講啊，same 啊，無啦，伊我就講啦，迄個是一手就煎嘅咧，煎都剪一手就煎這個全個煎的，一煎按照寫係煎一下，一煎開始。煎是一個，你知咧，個人好賤啊，真係好賤啊！迄個煎格嘅煎啊，特別咧煎格嘅煎嘅邊啊，咁無成煎喺邊啊咧，是一個貝殼嘅貝來嘅。係啦，伊嘅一個煎鴨煎咧是食物件係食咧食。哦，誒，是食嘅物件嚟嚇。所以我怕 Mandarin 嘅伊嘅字是我按照有誒，無JIAN 咯。因為我甲你講，迄個鹹水啲中國叫咩？你就知啦。因為你袂曉嘛，鹹水啲中國叫做蜜餞。哦，蜜是甜數。對，伊是食最多。because 中國啦有食誒，即個鹹水啲物件全世界介紹中國啦，但唔是講你啊，中國就是講食，古人冇食，而且我就這邊都冇咩掉嘅咯。越南有食啊，我啊，即係有誒。古人冇食咯，而家我就係食誒，阿嬤冇食，我阿嬤食 plum 啊，迄個叫做prunes。對 prunes。阿嬤啦要係佢食。藤嘅啦，係了是大了係藤。啊，伊個那個線喺邊。Europe 嘅係我呢。就係嗰啲 Kazakhstan 嗰啲所在真真濟。哦，jeruk 啦，人是講。啊，jeruk 對。特別 jeruk 有當時是淡嘅嘛，咱唔係識就係食淡嘅嗰種。對，然後養嘅較就是大。食家係咧老校嘅，是老校嘅。老校。佢哋即刻古先古成戲啊！我哋講。老校兩種嘅嘛，一種是淡嘅。了一種是藤絲嘅，係咪伊是老校絲係藤嘅？我食紅燒生是係三嘅。但係我講嘅，我個怕未出過你煎，我就怕煎。這是有，它呢邊是 GIAN 咧，伊嘅第四咧，第四煎。OK，冇你話蜜餞咯，MIGIAN 蜜餞。哦 ，OK，蜜餞嗰隻，你去淘寶那邊玩啊？伊上個迄個錢嘅字號，即係等我看，即個哦，伊是即個錢，OK，我看到啊，伊字蜜，即是錢，你講按照福建話，那它蜜餞啊，哦，煎鴨，唔是煎鴨。我唔知做有冇叫鴨，叫做鴨嗰種，我唔知做數咋。哦，煎鴨，特別個煎蜜，有人叫蜜煎咯。蜜餞應該有人叫嘅，有人叫蜜餞嘅。煎，現在手就煎嘅聲。手啊，一個是冇上字嚟。煎，取個煎嘅咯，煎嘅意思就是鹹水甜。OK。
啊，特別嚇，等陣你看你叫叫我咧，當人是真貴，無，你講你煎鴨，我假如煎鴨，安怎講嚇？煎鴨，煎鴨，你知啦，馬來西亞出名，貴新加坡樣子。新加坡是馬來西亞搞出來的。係啦。嚇，中國冇咩？但我我學你看，我唔是學你看，我可能看揾嘛做 actor 嗰啲樣嘅老人經嘅 video，我扮佢樣看喎。等陣即糖馬蹄 ，candied water chestnut， 哦，馬蹄糖。藤地龜瓜子瓜子，藤咩地啊？是叫瓜子是俾好多子孫滿堂時候，你一個蓮掉藤嘅蓮子掉，我哋暑假就冬瓜咧，這是藤，這是咩韓國 ？carrots 啊，我食只你女我食，我冇食過，特別這啥物？這字啥物啊？筍，節筍啊，節筍。刺筍，這是節筍啊！這算是係人嘅意思咩？這是雞哦，我未曉他這是雞哦，一個。弄得咯，我嚟回嘅。特別別看到。哎呀 ，Candy carrots，OK，呀，我是個呀誒，你而家條片食粿條我是咖咯哈，食粿條啊，要藤嘅個口。有係 online。嚇我個是只 candy lotus 先啊！我哋冇食只，是幾哪嚟咯？有當時樣真壓力有嘅，一時拉蛋糕條，或者一時一條本嘅，係啦，一時個食嘅，特別伊外口有食一個你愛吃 sugar 嘅。呢是係咩物件嚟啦？定嘅，我唔知是唔係真係定嘅。古食，呢是一條嘅物件。chocolate 你食啦，意思講。chocolate 食嘅。咩嘢？哎呀，我唔知係物件咧。呢是啥子？呢是 fruit 嚟啊？呢是桂子。我 I think 呢是。做呀，還是橄欖？橄欖哦。呢是甜嘅物件，真甜嘅。呢是阿邊啊？甜，呢特別唔是邊啊？呢是邊啊？有糖外口一 glaze 咯，有糖外口。有 glaze ice sugar 嚇。唔係 ice sugar 是包到你成個冬瓜條咧，可能係。嚇，成個冬瓜條，特別呢是為咗甘草嚇。誒嚇？甘草乜流量有入嚟食誒？做餅，甘草人做餅啊嘛，手隻啊嘛。是你講嘅是係咧，你講嘅是橄欖嚇，意思是像個 football 係咪？唔是長長一條嘅。哦，長一條。你講是個冬瓜條嘅咧，特別伊是chocolate食，特別唔知喎，我唔知係咩嚟咧。有，咱就看過嘅，特別咱講我知影有人係啲 persimmon 大 persimmon 啊。我就是個食嘅，你我講，我就西邊，我就是個食你 persimmon 啊，你打一條。你記定住人去行路時，我買迄個韓國誒一個菜，到底路邊。我未記我買幾包對，啲，你咖啡外口就。我個買珍珠，好啊，你水味粉嘅珍珠。係咪是韓國嘅菜？哦，呢是韓國嚟啦，出口嘅。韓國嘅 persimmon。接口嚇，到韓國接口。你講韓國加隻 persimmon 喎，我叫奇亞喎。奇亞。奇亞。細，我是叫細。呢是叫做奇亞。奇亞。對喎，奇亞嘅對，只叫奇亞嘅對。細啲細啦，笑到唔知係咩物件啊！我除條小影咗。要除啲我除冇。真好笑嘅，迄除條小影嗬，迄一個公司叫做咪咕 trading 嘅時候。裝都可以啊！依件是係咩嚟？你睇看係咩物件？特別係咩嚟？你小影我講。依個一包一箍。你夾小影我，你看伊兩邊啊！你夾小影我到底我執未？我放曬看，你幫我再看點我就知啊。佢冇咩想，佢冇咩想啊。你睇看伊 ingredient 係咩物件嚟哦？我未來。真正，龍我喺度拜年啫，個人拜年啫，拜年，咩嚟啊？馬來西亞平平安安，哎呦，做乜？
做乜？我唔知咩物件嚟這裡。你小應該冇咩想啊？我以前我冇講真正想啊，特別是我食嘅東西啊。哦，你是到韓國食還是到啲馬來西亞食？你問你先啦，韓國就冇興嘅物件。是咯。得哦，是一個四食龜，我四食龜，豆條。龜嚟，這是葷嚟，都唔是龜子嘅，一定定緊嘅嚇。對，啊，對，我冇食食嘅。啊，你講我講一個，我第一件嘅是咩事？迄個本是甜嘅物件嚟嘅，伊是水紅色嘅，濃粒嘅，伊有水紅色甲白色嘅。真正係真啊？餅啦對，迄個煎鴨裏邊有嘅物件嚟。哦，水紅色白色。對。嗱，伊是圓圓一粒，我即係嗱，唔是這裡 ，sorry，這裡。我就係你最顏色，伊身底有白甲最紅嘅。對，我就冇食食你咯。係我唔知係咩嚟喎？我唔知係咩唔是啊，唔是啊，伊成個土豆coated with something 嘅，啥土豆啊，coated with something。這是餅咧，對，我講是講甜甜嘅，定嘅，好食。我就冇食食你咯。伊是餅嚟啦，我冇別曉，maybe是中國人食嘅物件嚟喎噶。冇啦，是咩？冇，咱煎鴨裏有當時有人係。冇，我人會係當中國嚟嘅嘛，會。這就是一百講嘅，哈。伊這是一定，這是一班機物件要來，你伊阿康嘅是要係。我知了，嗱，這個啊 ，OK， 這個紅甲白是叫索沙。伊是圓形，本嚟嘛特別，伊唔是講食水嘅圓嘅，伊是規部嘅誒。嚇，規部，你成個超素呢，可素素呢，凊彩素嘅。哦，叫咩？但係你講縮沙，索沙，咩嚟？那邊有隻土豆嘅。我知啊，真得定嘅。對，有一講對咗，有一寫到縮沙度。哈。阿咪來，耶！什麼來了？我唔食佢啫，我未曉伊。OK，叫索沙。伊是成個藤嚟個，佢是藤定嘅藤嚟，伊是藤嚟，伊是覺得。你使熟咁熟啊，熟啊，伊抌女就冇一使爆落去入面對土豆嘅對。對。小英。哎呀，我比較脆喎，熟沙真脆。我唔知，我人哋這邊已經收冇俾。豆伊係迄個 tray 啊，對，係佢那裡，然後我豆唔愛買咧，我覺得 GMO 唔驚。哦，伊食醬嘅味嘅時候。啊，伊係 colouring 嘅，伊都 spec 嘅是 pink colour 嘅。我唔知咗脆喂。我唔捌看過嘅，寫啲物件。哎呀，索沙都冇看到。冇都俾脆，伊係 platter，你按照講啊，係 platter 樣嘅咩啊嘛 ？boat，fortune boat 係咩？ Chinese candied snack. Chinese New Year tree. Yeah, Malaysian snack candied. 我人冇嘢嚟食。特別冇啊，這冇。即其實我轉啊，全下。特別唔是喺啲喎。等我看下白了，等我吹看迄個。我都看這個有啊，你食杞子啦，你咪驚紅棗杞子。唔是，嗰個是紅棗。紅棗是紅棗冇食。紅棗當佢邊啦興係紅棗覺得 honey 啊，是唔是？啊，都講未覺得。等我未吹小英看佢吹掉佢哋。熟沙。熟沙啊！伊人切一半了啊，伊係土豆啊，食啊 walnut 啦。cashew 啦，I think 你係中國嗰款嘅物件嚟咯。中國嘅做中國嘅，一包一粒嘅。哦。一錘迄個triple XL 嘅size 嘅迄個紅棗，太細粒一味包。紅棗。伊介紹你馬來人食嘅kurma，伊kurma，嘅咁上。kurma，你食 kurma。愛上啦。我冇吹袂掉，迄個紅，同埋講紅白，熟沙。按照寫龍都叫啊。
我唔捌哇食過佢哋嗰佢哋隻物件。 tray 是叫 fortune tray，哦就，OK，OK，你會較會哦，fortune tray 嚇，對，嚇 fortune tray，你會用係佢哋 candy 佢哋零咬啊，零咬下啲，我สุ介啊，另外我是個隻係你，有另外我嘅是個隻咪是用 carrot，我捌食過 carrot 嘅。 ，carrot 嚇有冇啦？即我看到點樣都叫我是嗱，即係 carrot，有姜們有點我，紅哎呀，我係 just 糟 search 喂，硬硬嘅呢，咪叫冇有黃絲。我係 select，我個別 select text，哎，真係被 recognize text 啊，伊即佢哋個。 save as a photo 嚇，你都過嚟用 maybe 我 photo 可以嘅。 preview 嘅，嗱，即係你當看到即係得，縮沙，慢啊！看你嚇咧，太快物件，太乖嚇你啊！死嘅物件。你錯下你嚇，是咯係你啊，對嚇對咯，究竟嚇死啊，嘅。你所以講咯，我唔嫁俾人，因為我食啲敗佢叫你嚟咯，食，啊敗係，嗱，你看食幾萬幾特別無食。咦，即係啥咩炒，呢是 meringue 嚟㗎，係咪先？炒啊咩啊？唔知炒即係一撻啊，即三點水啊，即山係咩？我係 meringue。三點水一個山，刷頭，哦，山哦，蒜頭。咁呢是吊椒，呢是吊椒，吊椒人嘅物就件。那隻興食嘅物件。哦，maybe 這是吊椒物件，未必是吊椒。每個毛毛菇會曉，嗱要。爽晒。哦，裏面包掉是澳門嚟越嚇，南嗱頭豆係人咯，會係啦，no wonder 啦，嗱你看一段字，呢個係 meringue 嚟喎。哦，這是吊椒物件咧，炒蒜，吊蒜，吊啊，吊蒜，蒜吊蒜吊蒜，吊蒜。吊蒜頭，蒜頭嘅物件。吊蒜人，吊蒜人，吊蒜，係咪沙？同埋你講，辣沙，同埋講咩沙呀？索沙，有你沒有有啦？炒啊，土豆啦，又講土豆啦，嗰個依個口嘅物件藤是 meringue 藤嘅。藤啊，哇，是藤未必是藤藤啊女啊，特別哎呀，撞板咧，我嘅伊是用內白拍啊，以前呀，即係了係藤，我了是個嚟逼。我食過，伊上個有啥米粉的味素的，特別甜哦甜的。花生仁，而且花生仁和白糖為主，花生仁就是用頭頭仁啊，土豆尖，那邊是頭頭有仁咯。係誒，這是潮汕啊，即係人，真係讀華語叫咩？潮汕咪炒咩？就吊住個蒜頭咯。哦，蒜頭，潮汕潮汕就是吊住人啊，吊住嘅所在哦。吊住個蒜頭攞嚟所在咯，攞嚟啲 CD 咧。哦，吊住加蒜頭，即係佢哋吊住人食嘅物件，OK。吊住人，下轉硬。茶誒，特別伊個叫愛成講佢哋上地味，嚇佢哋土豆有 wrap，crunchy 嘅，伊個叫愛成佢哋款款啊款。高德嘅頭豆。你就係話講係咪哦？係你一丁咧都上地來嘅啊！哦，沙甸10塊啊嚇！即係講咩 ？In Malaysia，紅白色就是為話的叫天公豆。哦，即係天公豆。天公嘅嘛。哦，that long one called 春枣。等嘅春枣，一條一條的叫。哦，但我人看到嘅咧春。哦。maybe 春枣是一串一串嘅款，所以叫做春枣。成個春天，成個一串一串，成個咧春天嘅時啊，聲咧變咗人食咧，但係一條一條龍講冇自家食。即是為我教人，為我你確定準備啊。OK， 哎呦，死人龍講話，先至白咁貴啊！你4點聲喎，差唔多。啊，別走1點正43分啊，人白嘅嚟，對，龍白嘅那股。老生，哇，好食。老生啊，係咪是龍生？老生啊，魚生，魚生
哦，醫生咱無講到八卦嗰咋，其實八啊卦有出新嘅 pattern 嗰哈，咋安怎法啦？卦咯，係咪八卦啊？法卦八卦，哦，花啊瓜，係你五瓜啊？八哦，嚇做八卦五卦嘅集五瓜係汁。哦，嚇，伊係做骨伊起來了，伊是一個白啊，等下嚇，嗯，係咪嘟呀？嘟嘟嘢嚇，嘟嘟嘢嚇，啊，我就係我嚟嘟啊！嚇，對，使啊，使啦，使啊啦，你話默默估都愛講，你咪是講較濟字，互人聽到啦，嘟一個就會啊啦。你講嘟嘟嘢，咪是就講咯。冇咪特得個。但我阿龍啊，我解咯，估按咗講嘟，你知哦，估一個數字。跟住按咗講嘟啊，伊就是想袂到，伊是伊嘟嘟嘟嘟嘟嘟，然後你唔知講是一個聲。一個電話伊叫嘟嘟嘟嘟。你冇講是，你咪是會講啊？跟丁海人，你咪是講跟丁海嘟對啊咯，一直頭是跟嘟嘟嘟嘟。跟丁海人嘟，跟丁嘟嘟嘟。係講跟丁海人嘟。嘟，唔係講嘟丁海人，會使嘟丁海人掉本來嘟丁海人，家人講話跟嘟嘛，家人講咯。咋？成個特別，你咪嘟到自己就但係掉咗成個嘟巴士啊！我講嘟定到是 original 誒，嘅。八卦，八卦，我冇見你冇聽到過啦？冇聽到過，我世界 OK，攞世界按照看你八卦就係很寬嘅，同佢冇相爭，你是寫。有個你有幾百哈，幾多百？我一打我咪食過一成個 bacon 嘅 strip 咧，一成個嚇你好食，我哋好食。啊，特別定個。冇啊，即係啊，女一個伊油我啲個一點油。แล้วอุเลสีบากว่าอีสังกัดจีพีเอสัก300 บาทเขาเนี่ยฮะอีถ้าเหลี่ยมที่อิ่มสีสังกาบาโชอ่ะสีกิ่ง出來จ้ะอีสิจีพีถ้าให้來啊嘅ปู攰地白啦，嚇，攰地白皮，攰地白皮貼起嚟，嚇貼起來นะคะ呢，特別有你定。有咧做，但是你冇夠做咧，依度查咯。轉啊轉，會就轉。嗯。我哋驚就真係做你買，你咁樣馬講真係做你買哋驚。嘅乜對調出嚟啊？嚇，你把隻愛煮咧杜卡菜嗬，直接配嚟嘅啫，賣白嚇，杯卡㗎了，咖喱樽㗎了，嚇，意思㗎咧呢。OK 啦，感謝大家，希望大家先只過啊，好好啊，拜拜。啊，咩㗎呀？攰啊，好食，夠走夠跳，啊，生理做啊，真正快到賺只大錢，馬上賺錢，嚇？馬上賺錢。感謝大家，馬來馬拉珍。布拉煎馬利哥，西瓜馬利哥啊，馬利哥，OK， 感謝大家，希望能過一好了啦，睇紅包睇姐姐時期地人學你搞嘅，baby 嘅啫。我真係你冇收到紅包啦咯，你哋大股啊，就是個小紅包。OK。你麻冇包你咩？你麻包冇了，你包你麻到啊？我等唔使講學嘅。OK， 感謝大家，希望啦銀包堂姐姐銀包多包，林面上隻餅喺度。感謝下禮拜再見，拜。頂一禮拜冇看 episode， 邊啊這邊會帶，這邊依看聽，第一就係執正嘅時候，有錄音嘅時候，呢句同調，感謝大家恭喜發財，身體健康。